gotta nothing open the well. Matu body, yeah. Shut it. Nobody, well, now, do that.我跟你讲，我最近我这心情足好，安怎讲？因为咱这节目吼，自从播出放送了后，大家拢足爱看咱的节目啦，收视率愈来愈好安尼啦。算讲是全台湾拢透过咱目睭安尼行透透。啊，这边是叫啥？这个所在咱来到屏东树林，树林，这两三字的字读做树林。这个所在其实大多数拢是这个河洛人较多。吼，啊，这个屏东这个所在咧，会当算讲是咱的族群啊，是多元真多元，真多元。比如讲有原住民，今仔日要带你来去食水果。食水果？食什么水果？因为咱这个液桶内面已经放过是结果啊。哦。今仔日要放芭乐，要来去找一个细盘的。细盘，因兜专门咧种芭乐，啊，搁有种山药。哦。除此以外咧，因兜搁开2间足大间的柑仔店。哟。但是迄边敢若有一个人，这是这边的理事长。理事长，我的好朋友来介绍给你。来，理事长啊！哎，太嫂。啊，你好。哎呀，你好，遮水的理事长安尼啦。是啊，理事长。理事长，你好。本人搁比电视搁较少人搁较帅。安尼。为什么我今日特别介绍给太上你咧？因为这边我哋头拄咱讲树林，这所在一上在地，伊是这边吼。发展的这个理事长，协会这个全名叫啥？社团法人滨东关植萃文化发展协会。植萃文化。植萃是啥物？啊，就讲莫用有迄个有毒的迄个化学物件。那无毒的生活就对啦。对。食的嘛无毒啦，甜啊拢无毒啦。啊，咱环境就拢无毒。啉的也拢好啦。对。太上，爱甲你考一下，你知影？这边啊是假果，不是啊，是假果已经结束啊。有。可。屏东即马种介多啊。哟，所以讲这会当讲是可可啊的这个另外一个故乡啊啦。对，可可女神的新故乡。哟，啊，基本上这边种这可可啊，差不多种偌久啊？差不多10几年啊。嘛10几年啊。伫日本时代的时阵吼。日本的明治公司吼，也嘛种介济可可啊，要来做可可村，啊了日本人就转去啊嘛，所以就无种啊。啊，迄时阵袂晓做巧克力啊，因为你可可啊是咱学水果对吧？啊，你要做个巧克力，其实有13道的过程。啊，咱这边13抓的功夫对。咱这边敢有这小可爱这个工厂吗？有啊，嘛是有。有，啊，拢是小型的，啊，豆豆做去参加比赛。当年参加不管倒一个世界比赛，咱拢有得顶，拢是得迄个世界冠军的。真的吗？是，足厉害。哎呦，啊，咱今摆来去。好，来，我来介绍。介绍哟。介绍。这边是学校啊嘛。这边是树林国小。对面就是庙啦。对面就是庙。看卖啊咧。
这间庙一看，都应该做历史来款哦。100几年，即马是屏东县的限定的古迹。古迹啊。这间庙叫做凋林宫，你安看是伊是毋是有庙的形？内底吼，伊就是外庙内祠。你讲你外口看起是庙，内底是树就对啦。是。所以讲是应该是假庙。较早是假庙。较早的时阵吼。日本时代，三太子就是托梦予陈家，爱甲因的迄个家庙吼，爱关出来。所以就是安尼来，所以你会当看到外口是庙，内底是因的家庙。伫日本时代时阵吼，日本人就讲也要来改变，讲卖拜武神，所以内底有一段时间是拜天上圣庙。天上圣庙。所以咱会当看到内底原来有圣庙的，原来有圣庙的。妈祖婆啦，妈祖娘娘。无咱入去看卖啊。来。李处长，我看到迄个匾吼，写聪明正直。这块匾原来真久啊。是啊，这就是家庙嘛，所以一直留落啊。陈家的祖先就是希望伊的子孙会当聪明正直。过来就是咱拄仔伫有介绍讲，是天上圣庙。所以除了咱外口有一个天公炉以外，个有三太子的主炉以外，咱个有三太子爷，个有一个天上圣庙的炉伫遮。好，这就是圣庙的炉伫遮啦。是。我拄仔经过时，我有看到一个杯吼，卖阵啊足成可啊，迄个。个性咱的跋杯，个性可啊，是特色的对。平常时咱的善男性进入来遮，有这个杯通搬吗？还是恁家做的？阮家己做的，那种一种文创，结合咱的产业、跟咱的社区、咱的庙宇文化吼，安尼结合来共同。做伙合作伙安尼。这个就是可啊杯，这是阮咧做食农教育时介绍讲，另外这瓶就是还袂黄的，变这个柑仔色的，就是黄啊。这有成咱的跋杯无？有啊，有成，这有够成的。这会当试搬者无？会使啊。有咧试搬，无你搬者。我来问看卖啊，今日太子爷看到我甲太上来两个人来遮，有欢喜无？太子爷在上吼，地主小大轮吼。我是对这个台北市的这个艋舺来吼，即马咧甲太上两个人，咧这个有一个全新的节目，伫咧公司台语台叫做来去恁兜写婚书吼，今日有这个缘分会当来遮参拜，非常的欢喜吼。毋知影太子爷今仔日你的心情有好无？看到阮来遮参拜，你有欢喜无？若有吼，会当赐这个地主金杯一杯。欢喜啦！感恩太子爷，我就讲我感恩无欢喜。感谢太子爷，谢谢。咱即马来到这个所在是树林的卫生室，不过咱今日来这唔是要来注射看医生，因为即马已经无啊。即马无啊？咱拄仔讲出个科啊，咱即马就是要来食看卖啊，对吧？食落才有准算啊。以早是注射，即马是用个推的，用推的。嘿啦，这一道你看，上原本就是对遮开始。对遮开始，这就是可可啊。可可啊。果实，果实啦，你讲看卖，咱8有几，8有几。
哦，这来到山地才有通食这个原味的新鲜的呢。这外口吃掉，啊内面黑，小可辣就像你来。对。啊，这内面这籽吼，啊我即马甲剥落，就真正有迄巧克力度的苦味伫我讲籽袂食籽啊，这外口是食这就是。我甲你啊，你若袂较早讲，我差不多已经吞2粒啊呢。内底的籽爱食落去，因为迄就是写做成巧克力豆的。这个是我们可可的鲜果露，来，茶，这阮的可可茶，这鲜果哇，来，鲜果露内面是什么果？就是咱拄仔食迄个，就是用这个拍。如何？唔歹呢，因为迄个都行是高筋啊，上爱食熟了。哦。我先吃一，我先吃一。我是小刀。啊，你看，我先吃。遮尔好食的物件，可可也伫遮，啊是安怎？卫生食本来是卫生食嘛，注射的所在。想讲要改造咱的发展的中心伫遮。我是屏东人，啊，毋过较早吼，我伫家己的故乡潮州吼，踮袂掉，我足爱走出国的，所以以前我拢做牧业嘛，去美国、去欧洲啊，啊，因为迄个健康的关系，啊，开第2遍的化疗，啊，就转来就无搁出国啊，伫家己的故乡踮落来，啊，踮落来就发现咱家己故乡故乡之美，而且收养心就去接受到可可啊，啊，所以可可啊做了聊了，就都爱上了可可，就一路在做嘞。啊，阮小农都需要有一个空间，会当来卖物件。啊，拄啊伫阮的庄内底，都有一个拢无咧用的迄个卫生室。啊，拢咧囤物件，放甲安尼乱七八糟。啊，阮就甲认养落啊，变成一个屏东可可的专卖店，安尼。安尼嘛开袂少钱呢？啊，就一年豆啊用，豆啊甲迄个美化起来安尼啦。对啊，这县政府甲恁斗相共无啊？啊，我县政府该帮忙啊，啊，个农业部的迄个水保署，拢有来甲咱斗相共。拢足帮忙。安尼对啦，可可啊会当做的物件真多，真多，会当食，啊会当抹，会当啉，会当抹。你头拄仔是毋是咧剥土豆？你敢知？土豆食完咧，喙着迄土豆香的味了。我上爱土豆香啦。我即马带你来去一间吼，伊土豆油，看你要偌济，你就甲摕偌济。而且即间吼，伊菜馆的麻油。头前迄个金凤啊，是毋金凤？迄间金凤麻油土豆行，啊无咱即马先入去。熟悉一下这六个岁的这个头家，来，好不？来，我这你有闻到迄个味我有闻到足香的。来。金凤麻油土豆行，啊无咱即马先入去。熟悉一下这六个岁的这个头家，来，好不？来，我这你有闻到迄个味？我有闻到足香的。来，喂，你好，你哪啊？黄董，我是黄董，黄董的，你好，啊，黄董你哪叫少年啊？少年党的就对了。嘿，少年党。啊，你是当时开始接党的这位？我19岁。
19岁你就做档的啊？嘿，19岁做档。无简单，你看。这妈妈哦。阮母啊，嘿。妈妈，歹势。啊，真歹势。阿弟你好，阿弟你好。唔知讲你这边仔咧做事咧插模啊？啊，你几个囡仔后生啊呢？一个左囝，一个后生。哦，啊后生原来是等来厝的咧做嘛？伊正咧做油。哦，正咧做油。正咧做油。哦。会小爱甲你请教者吼，因为这个组团的物啊，照你来讲，迄时间若3代吼，拢不哩啊长咧。我听朋友咧讲，只有超过差不多将近一架子，就是60年。嘿，你是对多一年开始的？1965年。我小弟本人出世迄年啊，原来今年你有60岁啊？强尾60岁，强尾。迄当阵啊，工厂咧炒麻啊啦，做麻油啦，土豆油我那有啦吼。土豆油这传统的这油，拢是你咧换的吗？较早完全袂晓。较早完全袂晓，啊是过来请了学的吗？嘛无学着，啊就是豆豆啊看，嘿。哦。啊，看到有一天，大家拢走了了，雄雄一个走去。大家拢走了，什么意思？绕跑啊，辛辛苦，拢有人爱。做这会辛苦，请无工啦。对啊。啊，你即马有人要来甲恁学这个工无？啊，就。生啊，就伊啊，啊伊出师安尼，啊，都无其他的吗？无啊，佫有一个儿子的啊。啊，恁三个咧做啥哟？嘿，都阮三个。啊？什么？那安尼今日是毋是要破这个咧？佮加收2个啊大地啊！好啊，欢迎。无安尼，我会使过看卖啊，恁是安怎炒麻啊？系啊。哦，我看卖啊，这是用白啦。嘿，伊是要甲用好冷。用好冷哟。伊拄出鼎会做者烟的啊。哦。啊，你烟爱甲伊白好冷，安尼麻油较袂臭油爱。安尼，这就是咱天蓬元帅白啦。来你看，对。我若摕的时阵有参像无？毋是参像，就是你本人。来，我摕就无参像。甲伊烟切我出来，炒出来。足香的，我讲哦，我最爱品这个味啊。啊，这用好啊，冷去了后是要创啥物？要做油。这边的是炒过还是还袂炒？还袂，迄青的。这青的啦吼，啊炒过就是炒安尼。嘿，所以迄也无味的。我足好奇的，这麻是安怎来啊？像迄个麦啊、红梨安尼感觉。啊，这麻是咱台湾种的吗？这台湾的麻。这台湾麻哦。台湾麻较甘甜。哟。甘甜。啊，我会使看恁去安怎用迄个油的。会使啊。会吗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哦，足认真的呢。我足认真的，这袂歹呢吼。第八届。会使来学。我跟你讲，伊黄董，一个皇上，看到伊就要讲皇上好，皇上好，你知道？伊叫皇上，伊叫皇上好，伊皇上好，恁母啊有够样好名的，嘿啊，皇上你好，皇上你好，皇上你好，冰心。我听讲你是学戏剧的嘛？拍片的。哦，这差不多4、5档。做4、5档，啊，你甘愿等来做这？某一天，看到一个电影《大象席地而坐》。哦。伊有讲一句话，讲你伫遮，你看到遐足好，你想要过去，啊，毋过你袂使去，因为只有伫遮，你才会使处理遮的代志。哦。你才会使甲遮变作搁较好。啊，所以讲你才是看到这个电影，然后一个感动，你怎转来？就想讲啊，应该是爱安尼做。安尼转来。安尼做。哦，这无简单呢。所以讲你即摆在吹啥？这咧吹麻油，乌麻油。我爱吹哦。这是加开了后吹。哟。伊的粉，咱拄仔有加嘛？啊，伊的粉吼，顶管就是会包一层水。迄层水呢，包伫油的外口，伊会保护这个油，莫互伊臭油埃，袂互迄个氧气攻击。啊，我知，迄若怀疑就叫讲没有一个油耗味儿，油耗味儿啦，袂当有没油耗味儿，即摆很贵啊，很贵挂买啊咧。好，要关心一下，这安尼就吹有头啊，这吹有头啊，伊的蒸汽拢有烫过。哟，这是铁砂种啦。嘿，对。这会烫着的，无细腻敢会烫着？会哦，会冻天哦。嘿，爱闪迄个蒸汽。就是拢家收起来。
我甲收起来。收伫中。哦，安尼哦。嘿。哇，敢真正一个大包啊！这个功夫叫做地油哟。嘿，地油。地油。这步煮迄个足重要的。对。啊，伊迄内底就是缀一个形出来，啊，等下较有法度落去冷压24点钟。遐是一片一片安尼落去做的啊，摆3、4、10地安尼互伊食。安尼哦。啊，然后迄油是为下骹安尼流出来安尼。足水的，好一摆哦。啊，是毋是油就是爱初炸上好？这拢算第一道。所以恁其实就是缀一摆完了，你就袂搁缀啊。对。所以永远拢是初炸，无第二道、第三道嘿。安尼讲起来，你一工超爱来去安尼几斤？这差不多要7公斤，差不多30-40摆安尼。7公斤，差不多爱吐7公斤。40多，7200斤，7公斤呢？7公斤280。7公斤，是280公斤啊！280，哎，2800公斤是2吨，也忝死，一人就会换出点出来。好用，迄边互你吹了，你放来遮，我来包，你看有厉害。对无？我感觉敢若我会开始分一下工啊，没啦，没有。我这爱有技术的，安尼，工爱做油的，你知影？他多迄烧迄就我来啊！没，来哦，你爱水你哦。来，开！烧，哦，等下出炉。安尼，好，搓一个，会伤烧无？注意哦，来，小心嘛。来哦。嘿，啊，这扭起来，豆扭。啊，豆扭吼。豆扭，搓，5、2、啊，就起边啊。好，什么边啊？袂使包啊。包哦。好。台哥咧煮介水呢？有啊。无代志，厝拢伫咧包水饺啦。真的哦。大包、小笼包啦。真的吗？我见伊这足厉害。是哦。你杀铁啊安尼，你起这起，嘿，抬起来。哇！转了后的这泡咧，要创哪？会使用肥。啊，较早会饲猪，猪仔食咧抵抗力较好。痛甲啊，迄猪母食咧会生灵。咱讲实在，咱这间哦，是我看过上界清气的一间油店。一般咧做油的边啊，拢有迄个油垢啦，或者讲安那吼，嘿啊，黏、烧啊，这完全拢无。拢袂，你应该逐工用了拢会清一遍哦，拢会洗安尼、撸安尼。1个半小时的时间都在。点半清拢咧清这。嘿，对。安尼，即马要试讲恁的产品安尼。对，哦，我要互恁摇看卖啊。咱先摇这2杯。2个拢满油。拢满油。好。对一个是台湾的，对一个是进口模仔做。进口敢要提示一个是倒一个？进口就是吼泰国。泰国的。伊的酸味甲苦味较重。哦。啊，台湾的食咧回甘。因为是麻油旺的啦。哦，麻油旺的啊。我麻油旺。唔是麻油旺的，麻油旺的是王先生。好，
第二喙啊，这第二喙。安尼我试较济 OK 吗？好，会使会使。你即摆会使摕一只鸡来烘者，我用吃麻油鸡。OK， 可嘞。这杯买手冰这边，嘿，这是泰国的，正手冰这台湾的。安尼我讲，这边台湾的，这边泰国，真的啊假的？我不爱甲你相像。好，低熟度，低熟度啊，较无遐熟较顺的啦，较清的。乌麻油，这个是台湾的纯乌麻油，所以我是正确的啦。咱恭喜，恭喜咱大人的对啊。无啊，其实哦，这真好用，因为讲较口感的，伊大声就先提示啊，若无先提示我就真我正用我伫啉这的时阵哦，感觉伊内底酸酸。这杯苦真多呢。伊的原料为青的。这杯的这个色水吼，这杯较清啦。嘿，对。这个第一喙我就有回甘的感觉。嘿，对啊，市场30年来啊吼，市面上90%以上拢是食进口的馍啊。哦。嘿，这几年啊，阮有咧甲地方咧合作。大家就台南的农夫啦吼，搁有屏东的，大家来种馍啊。哦，大家种馍啊。恁遮来怎油安尼？嘿，我来买负责卖安尼，来推广。我嘛有起来做一寡点心。点心啦，这我恁家做的。这是较新的口味，这是较传统的，阮叫伊4大天王。哟。嘿。来。这是介传统的。本人是较4大天王。恁家己做遮尔济项，拢家开发、家己研发的安尼。嘿啊，都爱食啥做啥呢。真无简单呢。自细汉因为我差不多5岁嘛，就拢伫店头啊，食咧斗相共啊，青土豆啊。大家拢讲妹妹生着你介好呢，拢会趁钱的，斗做工课。毋过到我19岁，决心全部都爱时间拢放倒来遮咧做的时阵，拢会甲人客讲这好消息嘛。结果人客就听到同款的人看我大汉的人，较早讲生着我介好，介会做。结果我讲我要倒来换这个家的时阵，因就会讲。你毋是阁有弟弟吗？你以后做的，像恁弟弟呢，安尼，我就会哭。我迄时阵感觉足伤心的。为虾米同款的人讲出来的话会差遮济？我就走入来甲阮妈妈讲，因为阮兜毋是讲存介济迄种，就是长辈因就爱算迄种阿乐啊、六合彩迄种的，就跋筊啥物份，嘿，就介济问题。阮细汉嘛，定互虾物投资公司学到的来顾问。我拢有做伙经过，是哦，你就负债就对啊，足济，偌济，可能4000，可能4000万哦，算袂了。伊就是为着阮的教育，伊阁无爱互阮倒去外公外妈遐是，较远啦，离即个学区较远。所以伊就硬一个人哦，甲接落来。迄阵封条阁拜托人银行的搭伫个迄个门后壁，莫互人家看到。反正迄时阵人客就安尼讲嘛，我就走入去甲哭，我就讲我无爱做啊，因拢安尼讲我，因为我妈妈算是新妇的伊啊。我妈就讲像你安尼，我早就无伫遮安尼。我就想讲，对呢，我就插因要创啥，我逐工伫遮做看到因，做伙食饭，这就是我上个幸福的代志啊。嘿嘿，所以尾也就惯势啊，嘛无爱插因啊。妈妈会伤心吗？还是安那？梗毋甘啊。梗毋甘。弟弟咧？弟弟较无要紧。弟弟就是伊尾啊嘛，阮大汉会讲济，伊就讲，嘿啊，我就是听人安尼讲，我感觉对你介无公。弟弟嘛有正义感呢。嘿啊，伊就介生气。嘿啊，弟弟会晓听笑一一啦。嘿啊，所以讲这教了好，哦。就是讲因若大汉去食人的头路，安尼较好啦。伊做这介辛苦。介辛苦。我有一工，我就伫个学生餐厅食饭，看一个纪录片，咧讲台湾。你嘛是看纪录片？恁兜拢看纪录片倒来？敢若咧讲台湾米粉的故事。我就伫学生餐厅食面，食到咧哭。我就紧倒去帮阮的寝室甲敲电话，
我母话讲，你来考啊，你来去对，我讲我伫咧阳台，伊讲啊，你紧入去。我要转来做满啦。嘿啦，差不多安尼，差不多。差不多安尼啦。啊，我同学期就去办迄个休息安尼。哦，太上，你会记你讲，以早咱伫咧食油啊，以前有迄个油出问题的迄段时间。迄当阵啊，出这个代志，对咱的工厂敢有影响着？哦，迄阵足艰苦的，因为无发现讲，阮阿公迄时阵，逐个拢家庭式的工厂，拢无去办迄种啥物工厂登记。检啥物迄拢无。也拢无。啊，我就开始文书一件一件做，啊，其他细间的嘛甲阮求救的对，阮就家斗。啊，你甲斗相共安尼？嘿，啊，因为我希望讲，会做的人，大家继续做伙做，因为你有竞争，大家较会进步，这个产业较会兴。啊，本来就是安尼啊，免惊人竞争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安尼上好算。咱嘛唔通讲啊，即摆少年的吼，敢若拢无够较早的人友好，其实袂。袂啊，嘛是体会时代的心声啊。有足侪少年家拢是因为爸爸妈妈等去故乡，啊，就放弃原本一直以来拢伫咧学习的代志。对啊，就无简单。是讲哦，今仔咱来到屏东，像讲你是南投，你真熟。南投我做熟。云林你嘛熟。熟。我近摆到一个所在吼，我家己比你搁较熟的。你比我较熟？屏东。音乐，哦，音乐啦。你若讲全台湾哦，每一个县市，那讲到音乐，你拢知，你看知，所以这边我又搁有一个哦在地个团。这个有咧表演的哦，这款的哦。因有咧上班呐，啊是掠迄个浪旁的时间咧表演呐。哟，安尼哦。对，你有听过迄个较早迄个北控年代有无？有一首歌叫《Every Breath You Take》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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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！啊，我这因的迄个团名叫做 The Police。哦，较等哦。警察台语。阮较等迄团的嘛，甲因共款是世界级的。因为他是做 police。你较等就知啊，我即马先莫讲。这栋就是因公司啦，小看者哈。啊，这就是警察局啊，这是派出所啊。内面所有警察大人，因家己有组一个个团啦。啊？太上。六。来，啊，兄弟，你即摆是下班要出去唱歌呢？拄啊下班要来去练团。恁规团全部拢 police 哦？拢是阮分局的警员来。安尼哦，恁规团几个人？阮即马4个人。4个人。阮就是为着要犯罪预防宣导，为着兴趣来结合。哦，安尼就和所长来带你带者，好，咱做伙来看卖啊咧。来去看谢。团。兄弟，来，这边，听。
水哦，这厉害哦。哦，这厉害，这厉害。因为哦，我听所长恁的团咧练吼，这个乐风咧，算讲是punk对无？嘿，头一条叫做灰金菇，国语的叫做萤火虫，灰金菇。啊，第二条叫做新世代。新世代。啊，你是几年开始的？阮是成立到即马年统。年统尔。年统嘿。哦。恁的团名吼真特别，叫做什么名？阮的团名叫做 A 栋栋舞。A 栋栋舞是什么意思？其实这是阮咧做工课，阮有一个勤务中心，咧叫外口巡逻，巡逻网的位置啦。哦，一个坐标的代号，一个代。所以讲叫 A 栋栋舞安尼啦。啊，一般是咱啊练团的时阵啊，咧头前咧唱，边仔咧吉他咧弹，啊贝斯咧弹。我罕只看着讲后壁的舞群有无？是压在绑下咧啊！对，这是讲反诈骗的。啊，这是交通的啦。啊，这是儿童少年哈。这个团是无简单啦。平时也要做警察，啊，警察勤务搁多。对无？啊，搁爱练习。啊，因为咱一个少年人拢有一个少年梦想，哦，想要做，你有想要做歌手过吗？少年的时有啦，但是慢慢大汉，较知影讲现实的残酷。做歌手无遐简单，无遐简单。恁这个衫面顶的马裤嘛，恁家己设计？是，阮家己设计。阮的派出所拄啊伫阮潮州一个地标叫三角公，就是三角，就是迄个公园啦。三角公，啊，即阮伫阮派出所啊。哦。阮成立即个乐团，毋是为着要出名，还是要趁钱。阮是兴趣啦。兴趣啊，趣味啦。结合阮的工课啦。是。啊，你感觉所长唱了安怎？好听吼，我感觉听嘛是袂歹。我想要问讲，啊，恁是安怎组成的上大声的迄个缘分是安怎？都有一摆，阮三个咧食饭，啊，就咧开讲讲，因拢有音乐的才华，是，啊，但是因为做警察了后，音乐路无都搁继续行落，啊，但是伫阮开始服务了，阮经济有一定的收入嘛，较来发展咱的兴趣，啊，但是伊就讲，拢无迄个表演的机会啊，所以我就甲讲，我好就讲，伊会晓弹吉他，啊，贝斯伊会晓，啊，兼一个拍鼓，啊，讲伊会晓拍鼓，啊，就安尼组起来。啊，这个团你将来有啥物暗算？其实阮做警察会调来调去，并且无一定讲一直伫即个派出所，还是讲一直是即个职务。啊，当然阮是尽量为着维持即个团体来继续来行落去。是啦。歌曲要行到底，其实拢是兴趣啦，就是一条一条安尼继续慢慢来写啊，来练落安尼啦。哦。哇，咱今日去足侪位的呢。不哩好佚佗呢哦。刷落来哦。总算要去。我是引导。听讲引导哦，这做足侪物件的呢。哟。哎呀，除了讲这个有种水果，因阁有吼开2间柑仔店。算起来，我那地方上真重要的市场啊啦。是啊，我足好奇的吼，咱今日要去食芭乐嘛，对无？我足好奇，你细汉的时阵咧食芭乐。是毋是拢毋是用买？是讲你若有经过，有看到，无啥物。你就徛喺树骹咧等，等伊要落啊毋落的时阵，山落落来，你咧经过，无拄好去弄着迄树啊，山落落来，咱捡着迄款的啦。我感觉你细汉的时阵，果然是真热。敢若咧头前，我小看者。咱来小看者吼。有啊，这超级市场啦！来，我对，这。发成超商。发成啦。
，Hello，花生是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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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迎，谢谢，我先超商啦，超过30档啊，你看这个看板，这就是超过30档的证明哦。大西洋奇异果甲咱赞助的哦，大部分干妈店拢无这个，你看迄个莱姆汽水就无啊。因即马可能较无咧赞助这个空棒啦。好，这赞助的哦。嘿，较早阮迄业绩介好啊，迄业务看讲，你这店的业绩遮好，伊赞助商当然就个写伫边啊。你看，以前吼，若咧卖这个干妈店的时阵，一定会有这地。对。台湾工业局的这个分酒的。零售商，这样啊，恁食饭啊未？未啊！歹势，阮就是来食饭的，阮就是特别经这个事。这拢大家庭都介定有迄无熟识的亲戚来食饭。无熟识，哦，安尼就我算熟识啦。啊，即摆咱熟识，咱就来食饭好无好？安尼食饭上就精啦，就精啦，来，看咩啊，看咩啊。伊拄仔讲兄弟啊3个嘛，是毋是咧？是啊。所以讲这大汉哥哥，这哥哥吗？差加20岁的哥哥，加20岁哥哥，这爸爸。对啦。我你爸爸有够少年的，咱讲实在真正。阮做7人，早休困，啊都有闲。有闲就早生安尼。啊，你生3个，3个拢后生。3个拢后生。一个、2个，啊，搁第3个咧。我们情况敢有出事？人咧上班，你老大啦，你大汉的，啊你2个，我第2个，第2个，啊第3个上班安尼。上班，在倒位上班？哦，伫阮这病院咧做护士。啊，你是学啥物？我是较早是学中文跟辅政治系毕业。你中文含政治？对。啊，你无去捌政治安尼，你来？我就无做公务人员，啊，等下甲爸爸妈妈甲斗相共。哦，安尼。啊，请教是倒一间无？东吴大学。哦，哎呦，哇，真好学校啊！外乡溪啦。弟弟是学啥？我学主驾。主驾。哦。撞破山呢？撞破山呢？今日甲妈妈做对手咧。但是迄是敢若学尔啦。实际学的是初驾。哦，高驾。阮有分高驾和高主，我是高驾一科。高驾一科呀，我感觉恁2个囡仔口才拢足好诶，对无？足够讲诶。系啊。安尼咱会使开始食未啊？来。歹势。啊，いただきます。哎呀。对。伊阿嬷煮的吧？哦哟，啊对，阿嬷咧，阿嬷今仔无伫。阿嬷吼，足拄啊好，今日吼拄啊排着活动吼，出去佚佗。对。哦。啊，走去倒位佚佗啊？伊去是家人。哈？阮台北来爱去家人。阮罗南爱上北安尼。有。因为阮遮伤过热，所以伊去遐凉一下。哦。伊爱去遐凉一下。即摆足冷的呢。伊才知影南部的温暖。是哦。伊有那要去人兜洗文书啦。哦。啊来，我先食一。我怎？你甲我硬哦。感谢。人厝外是信用卡有自动加值系统，咱伫咱家有自动加菜系统。哦，都好哩，真正有够好咧呢。头拄仔咧问讲哦，恁有迄个干妈店有2间对无？有啊，这是1间，这1间。啊，第2间咧倒？伫另外一个庄头。啊，这另外一个庄头。因为阮遮离市区较远，啊，阮开这个干妈店，一前就是要互交通无方便的，这是大人，通较方便安尼。啊，才一开就30多年。对。哇。啊，为什么要伫咧2个无共款的庄头开2间安尼啊？因为吼，这就是一种缘分啦。因为吼，阮妈妈吼就是阿嬷是隔壁庄的人。阮爸爸过来遮，过来遮。哦。啊，就是而且伊感觉开一间店啊，会当互咱庄卡人方便。啊，妈妈就讲，啊无迄边庄头嘛正饱和尔，啊，逐个要出外无方便，啊，无咱过来迄边搁开一间啊。啊，迄边啥物人咧换？迄边真，因为吼，阮拢爱做工，阮拢爱去园地做事。有。啊，迄边就请人。请人。是，哦，专业的人去。专业的人去。啊，第3间当时要几啊？其实吼，我等你2个兄弟啊。因为吼，若娶某了后，
阮搁加一房，阮就搁有规个，我都开分公司啊呢。所以两个也未出来，未啦，也未啊。哦，对啊，拢20几岁嘛，30岁啊29啦，差不多，这边30吧。啊，即摆拢有女朋友啊？无，跟你吹咧。有，一个高山啊，一个高巴拉。吼啊，山甲巴拉哦，巴拉帅啦，巴拉帅嘿啦。来，这个在地特产一定爱特别高关一个。我拄食可可啊，这啥？好，来头家娘。头家娘，你再介绍一下，我叫是讲这是番薯叶啊呢。龙葵，这是蚵丁啊。蚵丁啊，蚵丁我捌听过，但是我毋捌食过。基础就是种山啊，甲巴拉，对，正确。啊，差不多偌大所在咧种这。目前差不多伫个9公顷。9甲啦，嘿啦。9甲。啊，毋着规片山拢恁兜的。无啦，阮是伫台湾农做的这小农尔啦。伊毋若讲种物件到，伊咧安怎使用农药，伊拢去考证照呢。哟，你去考这？农业社会拄起步，但是大家对用药的观念还佫介无。就因阿公会感觉讲咱药啊买来足贵，啊所以为着要互咱的药啊效果好，伊就用手安尼有，就用甲拉，拉完了后，伊药啊未除完的时阵，人就已经中毒啊。啊，所以我是感觉讲，啊用药的人咱较无甲讲安尼。伊有讲啊，但是伊烦恼伊买遮贵的药啊，内底沉底无用啊。因为伊对这个毒性无了解，嘿，啊，他讲伊是神经性毒剂，伊对皮肤渗透落去，人就中毒啊。啊，后来又倒转来无？有，迄无问题，但是问题是讲，咱为着要了解规个农药专业知识，一定要增加。所以我迄阵就走去雾峰的都市所，迄阵拢爱去科农药使用人员管理执照、调配啦、认知啦、尝试啦、急救，这规个过程，你拢爱去了解。咱较有法度教咱这专业技术。佮教互其他的农民减少这个损失，这农民减少着伤害安尼。对，减少这款的危险啦，是毋是？啊，所以讲你考这，你原来即摆接这，你原来有去考嘛？迄个时阵就是阮弟弟已经考啊，考。你嘛考过？考无过，了我着去陪伊去考，阮两个较做考过。是安尼。你袂记顶届咱去你迄个迄个龙台长啊？龙台长对对。新农广播电台，你捌听过新农广播电台？好，我。代表我听过呢，嘿啊，你若讲临港若要去新农广播电台，阿宝啊有无？阿宝嘛真厉害。阿宝老师是我好朋友。哦，阿宝啦，哎呦，你这个，哎呦，来，姐姐，阿宝老师，敬这个。哦，来，我敬你，来，他乡五谷做地啦，对啦，感恩，种遮好的白啦，一年差不多。生产偌济？正式是毋捌去统计，但是我是生几年因为阮上大的人客就是咱的孔厨叫家乐福。但是你若讲会当做甲孔厨去吼，就是讲算讲你的品质已经到真悬啊。对啊，安尼看起来你可能是较咧餐馆内底要咧做事的哦，你可能是做行销是毋是？我一看就知影咯吼，你这两个囝高生厉害。一个做行销的，一个做餐厅，兄弟。所以讲恁两个拢是家己讲也要转来甲爸爸妈妈斗相共的。阮爸讲哦，你安尼读册嘛是食人头路啊，你对我做是家己做头家干好，就对伊做到今拢甲咱做可乐尔，未到头家。我搁咧等头家伊讲。我固定10万互因呢。10万是偌久啊？1年啊。一年10万，要安怎活啊？活，因这是认真尔呢，等因的技术学好，对无？接奖所有，因是得奖金的呢。哇，你足够算的呢！哇，一个月开8千，真可怜。恁即马算讲是足少年的阶段，总是一寡家己的梦想，就无一定讲一定是爱接厝内面的事业，你可能。咱讲看卖啊，原本想要做啥？对啊，你若无接厝内面的事业，你原本想要做啥？原本应该是做老师、公务人员啦，系啦。你原本就想讲要做老师安尼？系啊。哦，你咧？无想遐济，应该是天公仔囝。
天公子啊，天公子啊，天公子。哎，跟你共道的呢。啊，哇，就是无想啥。啊，人叫我讲你做这好无？哦，只要是正道安尼就好啊。对。所以讲这行销的方面，就是讲你会为网络遐开始讲，即摆种直销啊。我家己有一个农场的品牌叫万龟子，一个粉丝专业。我大学的时阵就甲个即提案讲，我这个名品牌叫这个名安尼啦。主要是讲我伫大学的时阵遐设计，我较台北嘛。我较会拢找无，阮爸爸种的山啊，介水介大粒啊，拢找无。是后壁就发现是我咧设迄百货公司时阵找着。一粒300公克，卖350块。伊卖350块。对。啊，你看就到底讲你卖350块，恁卖才趁偌济尔？阮爸爸趁50块。哦。啊，毋着趁真装呢？会晓种，袂晓卖啊。哇！而且看到到底讲，原来我的物件遮好。350卖出去安尼，就是安尼。哇！所以我就叫伊讲读册原来含金道啊。你甲我斗3工钱，这我袂晓，袂晓用。哎。这片芭乐园唔够看的啦，真正有够看。为啥较遐呢？你甲看，哦，真正有影。想袂到讲因兜足大片啊，足大片的啊，高价呢。对啊，嘿啊，真正吼，这个少年人吼，肯转来拍拼吼，有够赞。咱来个学到，甲肯定，嘿，就是安尼。看你怎样咧？哎，牛仔，太哥牛仔，弟弟你牛仔，哦，牛仔，百大青龙，你看。嘿，昨我看到迄张相片，就是像安尼。不，迄有穿西装啦，你甲总统我也穿西装。你甲总统翕相呢？哦，来，所以真正会请演起来，你知意思？所以吼，百大青龙一定要甲你好好啊请教者。咱应该今仔日要安怎？你即马咧创啥？咱应该安怎采收？阮即马咧办芭乐，即马要办啊？嘿，大哥你有看到无？芭乐的色水无相像，阮的芭乐咧办，阮是看色水，就是介简单，阮远底有通比较。咱若看叶啊，这叶啊嘛有深色和浅色的，就是阮的比较就是下版一个，大部分就像咱的新意安尼。哦，安尼哦，这款是新意哦。对，这是新意。哦，嘿，所以伊的色较浅，安尼差不多伫咧8、9分色。咱搁起来6、7分色，到无色。若版这个色水就对啊，还有牵头。哦，所以头家会牵。你讲看。对。这个色就是又青啊又青啊。对。这差不多要等偌久？这甲这色安尼差不多要4个月。4个月是对，差不多收个。你若热人话，差不多1个半月至2个月。哟，来，一人一卡。来，一卡互你，哦，这敢若册包啊？册包啊，对。啊，是讲要开偌久的时间，你遮尔啊少年就会当安尼吼，熟悉着规片过啊远的代志。你哪遮厉害？开偌久的时间？我自16岁就开始做事啦，到今嘛有10年的功力啦。所以讲你16岁就对恁爸爸开始学啊？对，迄个时阵原本敢若我踮厝做尔，我想卖哦，阮爸安尼田园较济，那我一个人接哦，啊我就一人独得啊。
啊，无想到安尼4年后伊走倒来啊。系啊，但是伊会晓做迄个设计啊。网络的即个行销的手法，原来是你甲爸爸讲的。嘿啦嘿啦。对哦，啊，你会晓做网络的迄个网页迄款的，你会晓做？袂晓。啊，就是哥哥，就是这道是厉害。啊，你做田的，吼，做这种的，啊，伊来做这个行销的，你兄弟啊，毋就合作无间，合作安尼。兄弟才会厉害啊！兄弟啊，同心，乌土变黄金，对无？对。你若看阮两个做了好，啊，才互阮食；啊，若做了无好，啊，阮才甲你买。啊，唔干。嘿，豆顺不要紧。这只白啊！好吧。看卖啊咧，好好。唔对啊，哥哥啊，你安尼看几遍，你无一粒符合着你的要求，我就看你直直对后壁耍，啊你嘛无要剪，你嘛无要交代我剪，啊到底怎样啊？这粒吧。有介久吗？搁想要继续甲坑就对啊。干要啊，我所以阮爸拢甲我讲，我工课做袂落来，就是我干要经甲上水。哦，你都要经上水的就对啊。哇，总算有一粒。太上，嘿，我已经好啊。好啊你。你这我呢？啊，你看咩？唔是我跟你讲，安怎讲？这边的标准较严格，伊较精食。哦，有够精食的啦。这意思。嘿，安尼一路西过有无？嘿，啊要行到上路尾遐，啊一粒。一定爱把它变做白色的。你才要加的。对。哦啊，头家你当没事，哇，你要走你们这，就听你咧讲到要会演起来。哦，我边仔点啊看。来，我是讲我要来检查看卖。检查看卖。我跟你讲，爸爸你看卖啊咧，这边你凊彩哦，凊彩刻一粒吧，啊你迄边凊彩刻一粒吧。你就安尼存落来，啊凊彩安尼摕起。啊你莫看，来，存落来。有啊。你这就我讲，莫爸爸讲。你这就袂使，我看就讲袂过啊。哦，这边这台哥较准哦，准哦，嘿啊。来，你有看到无？来色差，来，足清楚哦，吼，看有无？这是凊彩景的哦，凊彩看的哦。这是翠绿色，吼，啊，这是淡黄色，啊，这是9分的，这是8分的。你看，什么？搁有种代志？讲伊甲教的。哦，我俺找唔到人呀！安尼，什么？伊做行销的啦，煞唔知。检查这个工课吼，是老远的教育就爱做，老远采收白啦。第一件代志就是，咱感觉咱要爱的速度爱先慢落来，唔是先看，爱先食，敢若会当食第一粒尔。哦，安尼哦。因为第一粒就输赢你今仔日所要慢的品质啦。了解，这就是一个标准。是。啊，因两个拢无叫咱食。因两个。系啊。啊，因两个惊白啦贵。你安尼就不对呀！啊，这个，哇，去倒食力，什么？迄剩料呢？迄规地拢食力的。咱改明显你有看无？安尼三粒起来色差就有啊，吼，9、8.5啊来8。咱每一个人的判别速度标准不一样，所以来这是大轮的，哦，啊这是咱台哥的。恁甲食看卖啊，恁就知影讲，恁要慢的标准是到倒一粒。嘿，啊，因为这白啦已经拢特地拢已经超过2个半月时间啦，伊是一个足安全的水果啊，所以会当直接食无问题。嘿，水果，水，你是不离啊水？我有较白呢。有啊。啊，听这个声。好，有够甜，有够甜啊！我8.5已经做好食，8.5已经做好食呢。是，甜个已经，安尼你9分呢？讲啥？
我会较好食呢。真的啊，假的？真的啦，你讲看卖啊。啊，我要袂歹食。啊，为什么9分呢？无8.5的较好食？因为8.5的伊的甜度较悬，伊的脆度佫较脆。伊的甜度较悬呢。是，安尼食好食啦。好食好，咱还佫有工课爱做。哟，有工课爱做。还佫爱工课，因为爱恁甲我食爱拄小，哦，爱来做工。啊，你爸爸连面我来做啥？咱会来挂草啊。灌草啊？哎，哦，好。这是阮田间的超跑。来哦，来那为了超跑情人梦。哦。哇！连波伊尼。够适拍的呢。够紧，够紧。这台 PCS 哦，应该是意大利。对，是不是？海哥，是不是意大利的？应该是。你讲是意大利的啦？健康。意大利的吗？意大利的哦。意大利的咱保证你。这个。等下要甲咱规组的草啊，挂阮平像高尔夫球场安尼。啊，咱袂当挂较低哦。你挂较大的话，对咱来讲无较好的好处，因为咱草生栽培，对，咱会留一寡草啊，定挂就会使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因为留一寡草嘛是美观，啊，第二伊甲咱保水。我头拄仔有听讲你有2台呢，什么法拉利、兰博基尼，这台是兰博基尼。这是兰博基尼，啊，咱等下要来的叫做法拉利。法拉利，啊，A 是做啥物？迄只伊的功能，咱来看就知影。安尼，好，你去，安尼，我继续收草啦吼。哎，你继续收草。来，收落啊！拖来。这台就是阮为日本原装进口的红色法拉利。我感觉你想象力现在就丰富。你头拄仔蓝色你有兰博基尼，啊，这红色你有法拉利。会知影就是要储营养剂，因为这个果实已经开始要采收啊，咱要提悬伊的甜度。是。啊，所以要先来储营养剂，啊，咱先来入一下水者。哦，入一下水。对，来哦哈，嘿，你来看。哇，较大。这水拢是深层水，大概地底下差不多。哦，就凉的呢。300公尺的嘿，地下水。哦。咱一定爱入这种清气的水，咱要混合咱的营养剂啊，还是杀虫杀菌剂的话，伊的 pH 值吼较拄啊好。较拄啊好。是。酸碱值拢拄啊好。对，安尼会当增强咱的药效安尼。那自来水安怎？若是自来水有点写伊的二氧化氯伤过悬的话吼，咱会交咱的农药的产生，还是营养剂会产生一寡冲突。你较早有试过了对吧？有啊，阮科农药牌对水质的要求，配合的农药，这马农种爱介慎重啊。所以一定爱去科农药牌，就是安尼，捌一寡用药尝试啦。啊，所以较早这个地下水的正是后来你才开发的。对，因为咱用人工学的有限，啊，所以尾仔弄较深色化。哦，迄水孔嘛真正有够大支的。卡到去，你一支物件。啊，毋就是也一下水的，啊，就要清啊呢。我甲你讲，主要是你开这只，这就是标准配备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咱每一道厝的营养剂，也是讲杀虫杀菌的话，有可能对咱的皮肤会有一寡反应。哦，有的人会敏感。嘿，啊，所以无啊，口罩啊个这，嘿，防止伊讲去。照讲是爱个手套，啊，但是今仔咱厝的是营养剂，所以就手套的部分得咱省起，一定爱基本配备哦。所以这台除了讲也营养剂、农药、水拢会使，啊个灌肥。灌肥，你头拄讲水肥，代表讲这台嘛会上地迄落。无啦，阮所讲的水肥就是脂溶性肥料，果树专用的。即摆已经无人咧用迄个水肥是用迄无大便啊，迄无哦，真无，真无啊啦。真拢总是发酵的物件啊，但是咱无，咱直接是喷氨基酸啦，或者伊氮磷钾一寡基础性的迄种吸收的原料元素而已，介简单。
你看，因版的甲咱两个版的差伫对，差伫这顶级应该是特顶的。这毋是特顶，这尔大粒，伫咧古早时代，咱拢讲这叫泰国芭乐有啊。以前咱唔知影啊，对，泰国才有。对。啊，落尾讲啥物叫做泰国？咱台湾哪有？对。啊，你看吼，啊，这台机器咧穿西装啦。对。嘿，穿西装，你看这有一个光点伫遮吼，啊，我若甲一粒芭乐吼，安尼有正安尼放伫遮，嘿。吼，安尼啊，搁遮吼，啊来遮捂烧者，嘿，安尼一个介金介水的、介有价值的，这高级芭乐就包好啊。我看，哇！哦。有够水，这咱放伫迄种高级的超级市场内。搁爱搭一个咱的即个品牌的即个水果瓢啊，搭伫遮顶来，甲点者，甲点者，嘿，安尼。银脆啦，银脆吼。啊，迄个时阵嘛是甲爸爸吼，就是介侪冤家，就是要做品牌的时阵啦。哦。我是想讲，若要照我来做吼，我无爱住在遮，我要出去找头路啊安尼。真的哦。有伊迄个时代吼，伊的惯势啊，佮看一寡农民安怎做，伊就要教人安尼小款安尼啦。哦。啊，伊一开始伊是听无，还是讲？比如讲，伊无多理解安尼。比如讲，我较早一开始吼，我要学我的品牌名的时阵啊，伊的品牌名叫做冰冻潮州欢盛爸爸山野美食农场。哦。安尼啦。哦，伊名爱好遮长啦。嘿。你贵叫伊吼出一本册安尼较紧。我就讲你迄名就像迄高雄王的水电行安尼。王的。啊，即马爸爸有认同即件代志啊啦吼。哦。我甲你讲，伊较早吼，你讲甲我冤家啊，开始收入的时阵就卖完啊。哦。因为我的收入共阮8000尔。爸爸有看到迄个叫做正资产，嘿啦，毋是负资产。爸爸做够算的，嘿，开始有咧趁钱，就拢喙笑目笑的意思啦吼。这个阿爸是哦。原来你发明的吗？嘿，就是我佮来带我的设计师的朋友吼，啊，做伙来甲开发即个方便吼，佮水的即个水办的即个壳啊啦。哦，啊，这壳啊是会当放6点嘛，对无？嘿，3公斤啊，3公斤，因为即马咱拢小家庭，哦，若要送人安尼嘛好管，因为较早拢是可能两层的才悬嘛，啊，所以安尼一趟安尼伤忝。有可能讲，若是有人要来恁的芭乐园佚佗，安尼观光一下。啊，顺线安尼办办，安尼敢有即款行程吗？哦，阮之前拢固定讲逐年吼，配合阮迄台湾好基金会有一寡地方的活动吼，啊咧做即个潮州的潮流行吼，我有设计行程吼，阮阿嬷煮饭好食，啊，搁带迄外口游客来阮遮办芭乐，啊来包装，啊搁带倒去厝，安尼。啊潮流行就可能差不多12、13个路线，无一定是我带，啊毋过就是。毋那你即间尔。其他的迄个农友品牌啊，有的是咧做布袋戏的啦，啊，有是做麻油的嘛，啊，搁是做做面的，也是做迄巧克力的迄款东西嘛。哦，你安排哦。哇！我们潮州的咱的即个景点，咱就甲整合起来吼，啊，咱做伙来做一个行销啦，大家来做伙烧酒来佚佗。这不得了，来理事长你好，你好。这个敢若是迄个观光发展协会的理事长。我希望你好好发展啦。是，感谢我按唔对伊。加油！有啊，潮州拄仔咧起行，阮大家拢介大希望。既然是如此，咱今日还有啥物行程你会当安排？咱先来附近有一个介有名的即个做鸡卵的。鸡卵哦，唔免家己捡的。免家捡，全自动的。嘿，对，係恁长。其實包括阮长食迄個吹卵，迄就是用因的雞卵。拢可以啊。阮的芭樂食的有機肥，嘛是因的雞仔的。會使啦。哦，會使啦。
这边这个鸡卵是对倒位出来？阮这是对阮后壁的牧场，阮伫阮遮差不多饲700-80万只鸡，啊，逐工拖入来阮的洗选场，到阮洗选场内底去做洗选，然后甲遐较歹的卵拍掉，啊，甲好的卵包装，啊，交阮的通路甲客户安尼。啊，我搁请教一下道总，你讲这歹的卵吼，较歹的卵甲拍掉。是这粒卵是袂正治，还是讲会正治？会正治，袂像较歹安尼。无够好，恁等者我会当互恁看一下，阮直接甲弹掉啊。弹掉啊！第一道就是对牧场遐甲鸡卵送出来。对，自动用阮的康贝尔直接拖到阮的洗选场内底。啊，迄个时阵就已经有人工在开始咧种啊嘛。其实无人工，阮遮拢全自动的。阮遮1点钟爱包洗选甲包装6万粒卵，你若用人工是无才调的。啊，这是阮的照光，你若照光啊，你会当看伊的卵的品质内底好无？你其实甲卵放伫顶悬，你气势愈大，迄卵的品质就代表愈歹，迄就是无青。化卵桶，这台机械叫做声呐裂蛋检测机。声呐裂蛋就是你目睭你看无的裂蛋，它透过声呐的原理敲击，去侦测说已经能有问题有裂啊，它拍掉。哦，这啦。哦，呆呆呢。我看到这个，感觉足无彩的啊。所以阮一档爱拍掉的这卵超过1000万。价值啦，价值一工就要了1000万，一档1000万嘛是真多呢。因为你卵是一个做营养的物件啦，啊，所以你有稍微一点裂缝啦，还是讲你有稍微较太高，其实它都很容易造成那种细菌的污染。哦，你看，阮就是一体蛋力的来对，所以通用规工料的膜。啊，伊膜这是安怎搁再利用吗？其实阮就是教互人迄种饲猪的啦，啊，无得蛋条安尼啦，啊，饲猪的伊家己做。我知。对。猪啊，若是一喷啦，唱甲讲，我昨吼食一顿讲迄卵袂歹。这就是阮的包装区。对，因为即摆人工其实真歹找啦，阮差不多伫10公前开始用这机器啦。哇，你看即摆电脑拢会当取代真侪人工的部分。啊，开始有影足厉害的。阮这伫机器拢选了啊，阮最后人工佫会选一届。哦，底下个人工个选一届。对，因为伊伫咧包装的过程，有可能有一寡较无拣到的，所以阮最后人工佫会拣，啊，阮开始做这包装安尼。对，所以这就是阮的包装人员，啊，嘛是阮的最后一道的品管。哦。这间就是恁。这是阮的实验室。实验室吼。对，所以阮逐工拢爱拣做侪卵来遮做试验。嘿，啊，这是阮的品保的主管 Jeff。Nice to meet you。你好。好，啊，我来说明一下，阮遮鸡卵品种是咧做的检验。是。啊，阮逐工拢会请农场人去咱的鸡舍来摕这差不多10粒卵，啊，摕来遮做品质甲安全的检验。这是随机挑的，对。嘿，是。即马咧测卵壳的强度。高度，啊，搁咱的卵的重量，啊，搁咱卵内底才的卵清的关度，卵磷的湿度。种卵清的关度是啥意思？伊的意思是讲，像咱伫咧卵磷边啊有一寡卵清，啊，这卵清是较浓，啊，咱叫做浓蛋白，啊，所以伊的关度若较悬，就代表伊较新鲜安尼。原来是安尼，因为我有当时啊，我咧煎卵的时阵对无？是。啊，卡落啊这。卵外口是迄个卵清嘛，啊内底佫有一圈嘛是卵清，啊佫较高，安尼卵迄时就较新鲜。是，就是安尼。
原来。哎呦，所以了解了解。卡鸡卵看到有两款的时阵，就知道讲这好。这好卵。啊，这种品质物件，咱家变做一个数例来家己来做参考。所以这个分数，伊若悬过72分，咱就叫做这个卵是 AA 级的鸡卵，啊，就是品质上好的安尼。哦，是安尼的意思。啊，所以咱即马咧验的卵差不多伫80、90以上，所以这拢是足袂歹的卵安尼。安尼，好安尼。重量60。啊，一斤是要啥？这要测伊这两壳的迄个强度。哦。哎呦，5.5。哦。这摕去牵棒球呢？这8面呢？哦，这厉害，这厉害。这粒绝对是 ALDA。我 ALDA 是吼。过来特别来看咱这卵内底的内容物是毋是有品质的？咱得把这卵摕起来，你才该卡开。哦。你甲看，逐粒都是安尼啦。嗯。迄2000拢是2层的啦。是啊，拍一下电工。是伊迄拍电工。拍电工，你看。86啊！哎呀，品质实在是太厉害。是啊，恁这台真正是足厉害的。啊，即摆会使食两试看卖。你突然之间你要甲人我突然之间我想要讲，会当食恁的卵未啊？我最爱食迄个2包，迄个荷包蛋。增加2包安尼会使。歹势啦，阮大个吼喙看食四方啦，伊见摆到一个位就一定要食一个物件做一个纪念的。既然今日咱已经找到好卵啦，咱连续连后一个咱拢甲扛起来。来，这礼拜准备15粒，无太少。来，动作推落。这个部分我上注重是安怎？因为我是代表消费者，啊，我若食，这个赞，我甲讲，我保证讲，普罗会赞。敢若溏心蛋同款，迄食落了后，胃拢食足滑顺的。听讲你上大生，你是咧做科技的行业。对，我咧做国外业务。你卖啥物？我卖面板，像手机啊的这面板。因为迄早差不多伫高中的时阵啊，迄个时阵暑假、寒假，大家毋是拢出去耍嘛。不过我就爱对阮爸做伙去看人迄土鸡场。啊对，啊你土鸡场，你看迄其实环境袂遐好啦，啊拢加晒，所以迄个时阵感觉讲。应该爱好好读册，莫转来这个行业。迄个时阵，其实我先去做国外业务，过来沟通就来甲我讲啊，既然你有学过相关的，比如说行销什么会，啊，伊讲看你讲有意愿对，啊来转来做斗相共安。啊，落尾是安怎，互你安尼坚心过讲，我爱转来换这间公司安尼。迄个时阵其实是公司了伤侪钱啦，其实一档差不多爱了要。就业个嘛，真的哦。对，一开始。对恁来讲，开始甲迄个了钱的这件代志，甲经过差不多是已经几年。差不多3、4档啊。其实阮后来阮发现，就是讲因为阮的洗选机啊，阮的洗选场其实算真大。啊，阮迄上早的时阵，阮差不多饲30万只鸡，平均的成本拢足悬。所以阮迄个时阵就知影讲，阮爱做2件代志嘛。一件代志是我一定爱。规模化、经济效应这样子，所以阮就开始搁继续起牧场安尼，这是第一。第二是阮家己爱做品牌，阮爱家己甲消费者讲，阮的卵为虾米阮比别人较贵，阮比别人较好。但是总是会拄到，比如讲前几年啊，禽流感也好啦，吼，或者讲着鸡仔啦，啊，个着鸡仔，啊，个有迄个叫做什么蛋黄，有无？对。你拄到这个情形，其实对你来讲，头壳拢冇咧烧呢吼。其实我感觉。所有的农业拢共款，农业人就讲菜土菜金嘛，就是讲你一日做济，一日做少，像即马可能高丽菜就较俗嘛，啊，迄早有当时足贵嘛。其实阮的做法是讲，阮想办法去甲规模做较大，啊，阮去找较固定的客户。比如讲，阮拢找足济餐厅，啊，餐厅伊逐工的需求是较稳定的嘛，伊袂讲即马欠卵，伊就硬买卵。也是伊就无爱买卵，伊较袂安尼。伊的需求是阮会当去掠。啊，阮开始嘛，伫咧像全家这种通路，全家这边种通路，阮开始做团购。啊，到底是两家起起来较好，还是一般是维持一个水准安尼较好？我是感觉稳定较好啦，因为我嘛无希望讲两个伤悬啊，大家拢讲安尼我减食卵啊。啊是讲原先啊，因为伊的爸爸吼，因兜的爸爸要转型吼，啊伊甲因爸爸安尼，讲抗争安尼啦，就讲。总是有人会袂愿意讲你来转型，啊你这转型搁较彻底，啊开搁较大条，
即当初敢有人咧甲你讲啊，你唔好安尼啦，你公司会倒去啦。所以迄个时阵，我就是甲阮爸因为讲，我就是讲，我感觉阮公司就是爱家己做品牌，阮家己爱拍通路，我袂当去透过两商啊，因为两商有当时就是你头拄讲的，两伤济时阵，伊就甲你讲啊，我车歹去啊，我无才调来拖啊，两足欠的时阵，伊就透早5点就来遮排队，就讲你这两。一定要先我，民情民乱。对，所以阮其实波动足大，阮就感觉这足辛苦的。所以迄个阮就家己去交通路，阮交通路了，我佫会记，就是迄个时阵，两商就甲阮爸讲，啊恁囝安尼母啊，我看大母山3档就倒啊。这个10几档嘛真好。对啊，我是甲阮爸讲啦，我讲我也无安尼母，我嘛是3档会倒。无你就互我母教去看嘛。哇，啊你好大档啊你。伊真正会价值就好诶，对无？甘生啊，你即马带我甲太上来遮，这是叨位啊？咱等下就要来看戏。看戏哦，看戏，看电影哦。阮遮有一个戏团。哟，戏团。哦，叫做出名。看起来应该是江中戏吧？对，你看，迄翁仔咧遐猜哦。我这么看者，明星阁江中剧团。我讲哇，我上爱看这啊啦。江中戏、布袋戏，我上爱看。哎呀，这是什么？都就伊老生角对人呢？打电话，听起来。苏老师，系，大家好，老师你好，来，老师要请，苏老师你好，两位老师好，这算讲是咱潮州啊，上界出名的江中戏剧的剧团，这一看就知国宝啊啦。老师啊，今仔日要来甲恁请教者，平时啊，恁是拢逐工伫遮练习票？练的时有需要爱就爱练，久你若无练，你就会当时啊掠红啊会清楚。安尼，算讲这个剧团是家团对？算家族班。为倒一代开始？阮老爸我算第2代。你第2代？阮老爸头1代苏明顺，伊的艺名叫苏阿明。明顺师啊。阿明啊，布袋。阿明啊，布袋。你算第3代？我第3代。你是爸爸还是？我是阿姐，阿姐，你是人这布袋戏、江中戏几年啊？1987年去。87年安尼。到今嘛是超过一家子，差不多70年。咱讲的生蛋蒸抹跳，佮杂佛查甫仙怪，杂佛仙怪，拢来讲。比如讲这个书生，书生行了就文啊世上文章不值钱。刻苦度日如度年，你若是讲英雄，行出来，滚大南山明火卡塔，北海高粱，英雄的气口爱出来，小生就小生，这个若小段，农家可比特里在17、18。花洞开。老师读这个戏文呐，这个汉文足好听。下一代有厉害无？我看你来人者。为公死我我唔惊，黑天暗地我敢行。哈哈哈哈哈哈哈！本祭主
乃是张飞啊！雷公死呢，就是迄闪电的时候，伊拢有惊，这就是一般啦，咱拢会惊嘛。但你讲咱要未来面，伊唔惊，足好打。但是我看规工的，但天拢直接惊，你知？佮看到夜平房，暗时做11点啊。对。迄落两个兄弟啊，医疗夜咧一直走一直等咧，啊，等于到厝讲，这囡仔看报纸看到3点半暝，明仔载要读册爬袂起来，扫司机要佮讲，迄我要看。喂，隔壁庄的啊，你哪要来刮水啊？哦，恁好容易呢，无意思的哦。这条溪是海家的，水海家公家室。恁按水头将水尾冻封起来，叫阮食水，是大水尾人要倒位食水啊？阮的地方5国爱饮水，人嘛爱食水，沙包漏掉，啊，阮全庄会欠水食呢，我早袂到。你好安尼讲袂听，兄弟，拍了拍你娘的，谁怕谁啊？一个月敢有几场咱伫外口的演出嘛？平均体可能拢超15倍啦。安尼嘛是算也 OK 呢。伊个还阁有法度能维持生活。那样 OK 呢。阮即马像你咧讲一条龙，拍落啊个较早啊未有垃圾哦，有歌迄个唱片的时阵，咱就是爱北管拍落啊个帮歌推配合。我若讲我饲遐侪囝，我你讲来。钱要趁家己，互家己的趁，忙唔通定定互外人趁。恁拢来学吼，叫阮3节、阮4节、5节，拢来学拍落啊个广告吹。吼，啊，阮爸爸学，啊，毋则有即个团，啊，若无够人，咱拄着嘛爱去外聘。有，请师傅来。出去外口换趁钱看路啊安尼。嘿啦，就安尼，即马他佫讲，啊，阮爸爸咧做某地，请人咧刻红啊，迄红啊足贵的。家己落去学，阮3节过落去学，阮3节个迄落。才艺较好，伊个咧学刻红啊，即马嘛咱台湾的刻红啊国宝。即马就是一条龙拢恁包去的。恁家传承不保呢？因为这吼，咱讲实在，咱这传统的这个艺术吼，一定要甲保存。对。你袂使讲，这若讲都无去做戏团去做拍算的。到底有安尼啊困难，无互我甲这个太上来的试看卖啊？你要试人，试一下咸正的啦。来，第一，棍子一，安尼，来两入，爱是用这个镜头，拍开吼，一个倒正手，3支手伫遐，3支镜头遐，啊，加一支，嘿，安尼，啊，他讲来，第一拍开，有影呢，安尼就较饱。棍子一拍开，这个吼，亲像这种的，伊讲话拢是这种型的，差不多就是安尼。头一个吼，要有行路无？好，来，老师你讲看卖，你看，这英文字母的 V， 第一个 V， 来回 V for you， 吼，安尼，啊，你先甲比我一罐，来，中风哦，唔是，这就是咧考验哦，我大狂到才哥啥的，你们3个的四肢的协调力，我上基本的尾嘛吼。嘿，啊，即摆佮加一招落，背骹。啊，今仔日吼，人数多安尼围我来，好，我要开始行哦，恁着斟酌看迄。好，来，后壁这你先行来，你先行，你到底要行无？你在弄我？我先行。我是互让伊先行。你等下错。老师，老师搞账，老师，互你先行，老师来。大家好。嘿。啊，老师，我吼用行的较无法，我规气用扫的啦。来。上简单的，跑步展开，跑步走跑，好，安得忙行也都这样得，这上简单的跑步，啊这老的，老的，
真厉害呢！真厉害。这个动作就是足幼稚的有哦。拄啊讲到这即嘛来，本团的开机关组是苏明顺阮老爸，明顺西，来个现场。人叫阿明西，阿明西你好。这是咱的老性格啊！哇，今年87岁囡仔，87岁囡仔，我请鼓励一下。所以人未晓消极啦。是。啊，就未晓消极啦。今仔日若无看医生，若无毛病啦，看要人两个啊，要讲口碑我嘛要会啦。你啥物人？我姓食人贵。阮爸爸有做食清气，啊，你着散屁屁啊，袂啊！阮后生有做食富贵。哦，富贵天气拢来啊！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啊，太厉害啊！老师在身体的空间呐啊，87岁的本拢咧头壳内面呢。系啊。三皇治世，五帝定论，这是咱几千年来的历史文化。今仔日，咱要讲的是上古神话《山海经》。这个时阵，才会气流声音来吵到潘国困袂去。就伫这时阵，潘国将这个目睭掰开一个看尔，乌乌暗暗，非常的生气。嗨！按身躯摕到一支大斧头，啪，就出了，安尼甲破茶，安尼甲破落。这时间山崩地裂，是，就敢若亲像现代战争炮弹咧，乒乒乓乓，乒乒乓乓，嘣。从此以后，就划分为天甲地。吼，这无简单啦。是啦，咱是算讲头一届伫柑仔店内底咧，浸烧水安尼啦。而且这间柑仔店嘛是有历史的，历史已经几年咯，岩生啊。 30-40年了哦，已经有40年有啊啦。而且这个店是阿嬷开的哦。阿嬷，系阿嬷，睇过大龙哥。歹势，你安尼啊，你坐啦。哦，我是讲咱家等有这部通客无啦。啊，你哦，这部是汉日红这部啦。对啦。啊，食因兜的巴啦。哦。啊，恁遮有甘草粉无哈？阮嘞唔免用甘草粉就做起来啊。这唔要免用，真正。哦，真正好食。哦。 咱即届来潮州吼，哦，真侪所在都好佚佗。而且这行程是拢是你计划的吗？系啊，甲一个熟识的朋友，甲有特色的，这朋友的产业，拢爱拜访一下。对，迄讲咱就听伊咧讲。即深入到因即个每一个人的家庭的故事，因的生活的环境，你来了解讲，哇，即摆其实即个参像因即辈即个少年辈吼，会拢对即个外地搁转来故乡继续拍拼。 对咱的故乡贡献真大啦，真大咯，对无？所以啊，咱讲台湾俗语有一句话叫做吼，食果子拜树头，对无？咱今日会当伫咧遮做文书，嘛爱感谢即间柑仔店的创办人啦，就是阿嬷。阿嬷。咱昨日食饭的时阵讲阿嬷咧台北咧佚佗。佚佗。即摆较毋知讲伊老大人即摆佚佗到倒位去？对啊。我来甲联络一下，好无？喂。哎，你看，哦，我听讲你喊你出去，啊，较会讲即届阮来恁兜，结果你出去台北去佚佗啊？拢经着好日啊！进前就拜啊，拜好啊！哦，那歹势咧，歹势，来甲你安尼突然间甲你交叉，安尼歹势。阿姨啊，无啦，买啦。阿姨，我有食到你的卤肉啦。
你的卤肉真正吼，世界好食的啦。听讲上炭火落去卤的安尼哦。之前要出门时阵，进前一天我就落起来藏啊啦。哦，感谢呢。罕只有人来这浸烧水啦吼，罕的啦吼。好，谢谢呢，谢谢。哦。祝福咱的阿嬷吼身体康健啦。对啦，对无？啊，逐工安尼吼，平安顺遂安尼。快乐乐强，安尼上对。这我感觉吼，这段真正就有意义，就有价值。有意义啊！潮州这个好所在，讲真实的，进前我是毋捌来过。毋捌来过。安尼啦，咱今仔就过来问者。恁两个吼，咱讲实在，恁将来理想是啥物？来，二个你先讲。看看就这个田地加减仔继承啦。咱就毋是为着钱，咱主要是为着爱情。爱互消费者食，迄落食着咱的扒拉，即个品质爱延传落去。了解。对。这是你的愿望啦。对。希望将来会当安尼好好啊种即个扒拉，啊种了真好食。啊传互全世界人知。毕竟想要做头家，这是我为10几岁就想要做的。这是你的理想。对，到今拢还袂。啊大个。其实阮即马咱这毋管是咱这万果子农场来讲啦吼，阮是点仔咱个介幸运啦，看介侪青农咯，啊有诶介拍拼，啊嘛有介有美感诶，介有想法诶，咧落来做。啊毋过就是讲头几年先种嘛，啊袂有收入嘛。啊后壁吼，可能会搁有拄着风台搁顶来啊。啊后壁吼，搁因为种出来了后，伊搁爱互伊诶品质进步啊。啊，等到伊物件会使诶时阵吼，已经5、6冬无趁钱啊。啊，即个时可能就是挡袂到迄个时阵就会拍落去啊。啊，若讲有转来家乡咧做即个农事诶，做即个青年、青农啊，会当嘛坚持落。啊，因若是无法度坚持诶人，会当敲电话互我，我会当甲安慰。是敢若讲倒头食甘蔗咧，是愈食会愈甘啦，愈食会愈甜啊。是影。安尼。因为我家己是，阮遮是需要做农诶。讲实在，阮第一个感谢就是咱遮个土地，咱台湾这个宝岛。はい、ガオツァ。ガオツァ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感情。哦，这是恁第2间的这个超级市场咧。恁阿妈真是有够厉害，安尼开2间店啦，不简单。啊，但是我罕只讲入来一间个超市内底吼，我有闻到什么香味的那开安尼，啊，我经过种，啊，哪有咧卖炸弹安尼？是咧门口。隔壁迄间话恁的。嘿，迄嘛是阮阿嬷的查囝的。现在，借问一下，这规砖头是毋是拢是恁亲情？要互咱这装潢的方便啦，嘿啦，啊，这是人口无济，啊，毋过嘛是有这介大的需求，安尼啦。即马这边过来到菜市啊，到底是怎样一回事？啊，就是咱这装潢吼，不是煮菜要方便啦。安尼啦，因为我本来想讲伫遮食，啊，但是咱连面要赶咯，所以讲我用点的，点好啊，才请恁阿哥哟，嘿阿哥，甲阮做一下安尼，好无？安尼好，咱来点炸炸顿的，安怎？早点我早就甲恁传好啊！传好啊你！哦，哇，感谢呢。这有台哥的。我的。讲你爱食米粉，嘿，肉色米粉。This is 米粉。OK 吗？我爱食这。来，嘿。哦，哇，这那个盘起我那拍摄。大轮。感恩呢。这有够甜的啦。当然啦，这阮上赞的产品啦。哇！礼数是安尼啦，吼，有来有往啦。嘿，咱有穿啥？哦，嘛是有一寡这个礼物啦，足大的一。安尼，那安尼哦，来甲看卖啊咧。
安尼吗？咱即届哦，制作单位这非常的用心，有无？我叫因讲即届做了真好，后摆就莫搁安尼生啊。因为那是用 Q 版的较好。你用阮的相片，是啊，放喺因遮，啊，就尾是宣传阮的节目，安尼才对。啊，佮人客安尼，安尼吼，迄个孙尔，迄孙尔无问题啦，无问题吗？哦，来，以后就放伫遮，啊，大家若是要来翕相，啊，翕相我，比如讲我是迄个人客啦，啊，我翕相诶，有安尼啊，这个，因为这个礼物，敢若送因有法度发挥啦。有，啊，阮遮吼，搁有一项吼，感谢恁这2天吼来咱园甲咱斗做工课哦。杰出青年农民，嘿，啊，你是91年，91年，杰出农民，对，恁就是91年。哦，再改一个啦，改一个字啦，91岁啦。哎呦，感恩呢，较我紧啦。哦，咱这打出来土地啊吼，感谢大家，咱这盖好的农业吼，就安尼传承吼。所以咱咧买的时阵啊，爱感恩。对，是吗呢？对。变开啊！我若感觉硬将啊，安尼讲，我别一声有无？是别你还是别我？我啦，是你哦。啊，好你加载，我南管啊，好好滴的安尼。感恩啊，好，啊咱来哦。感谢，谢谢。来，感谢啊，感谢泰哥、大龙哥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弟弟啊，感谢呢。我来哦，谢谢。来去哦，来去，谢谢。拜拜。感谢，拜拜，谢谢。因那就好笑啦，哎呦，伊其实无参像别仔囝呢，哟，咱兄弟安尼啦，对啊，跟3兄弟4兄弟，爸爸嘛少年，对无？啊，即摆咱要来对。哦，这个后一站嘛，咱开个边看啦吼，成长白得讲，来，行，咱就一路边看，行，好，水。